是否曾經覺得被罪與死亡的陰影籠罩，找不到解脫的方向？是否曾經深陷其中，被軟弱的心和罪惡的感覺折磨得痛苦不堪？但當真正信靠基督，才發現一切都已經改變了。羅馬書8章1節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。身邊有位朋友曾經沉迷於各種不良嗜好，生活一團糟，內心滿是自責和絕望。但當他衷心真正接受基督，祈求聖靈住進他心裏，他開始有了改變的力量。他不再被那些不良習慣所轄制，逐漸活出了新的生命。在基督耶穌裏，這是我們身份與地位的改變。我們不再是被定罪的人，而是被釋放的人。是生命聖靈的律，讓我們脫離了罪和死的律。隨從肉體帶來死亡，從聖靈帶來生命平安。我們不再是欠肉體債的人，而是靠住聖靈可以治死身體的惡行。神差遣獨生子耶穌作贖罪祭，在肉體中定了罪案，成就了律法的義。聖靈住在我們裏面，讓我們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。我們能靠住聖靈，在生命、平安、得勝、得自由方面經歷神豐盛的恩典。朋友，如果你還在罪的轄制中掙扎，不妨敞開心扉，接受基督，讓聖靈住進你的心裏，你也一定能從定罪走向釋放，活出神所喜悅的新生命。讓我們一起在基督裏過得勝、自由、盼望的生活。羅馬書8:1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。阿們。歡迎分享、按讚及小鈴鐺。